俺个爸爸头摆就是民国61年噶哈吼，跟日本人来高举做木的哈，俺爸爸就慢慢的就是运作，跟生意运好，俺拄拄好高中毕业，吼俺弟弟高中毕业两个向下去复试的，吼，个去差唔多1年人去学转来张老人阿爸天数，吼，做到了有40年的吼，一定很辛苦，因为我们从高中毕业才来学，好像就是要做这个身段，好像比较有一点难哦。啊，人家都国小毕业就去学了，就除了中午休息之外，那个时间都在学习啊，磨刀子啦哈，啊就是他那个师傅先出皮打一打，你这样慢慢修，这样一刀一刀的修，那个是时间是很长。那个脖子够了才可以停下来啊，给它放干，差不多1年以后再雕刻啊。你如果就不限量把它掏空，这个木头会裂，而且永远不会干。你不掏空它不会干，而且先把它掏空，这样剩下这样薄薄的，给它自然干，而且那个木材不会裂啊，而且会干哦。你如果是不先这个第一步的工作你没有做好，等一下给它干的话，要挖的话很不好挖。最后一层就是调音，调音就是弥补那些不足的，就是说哦那边太厚了，那边太薄了，还是怎样？调音是最后的工作，这样是挖洞是整个成型后第一步的工作。咱这个喙齿留安尼是有拄好无？即马按照是差不多。哦，啊，这个坑嘞，这个坑嘞。这个坑嘛，介少。嘿，这个坑嘛，真即马你是惊讲哦，搁去哦合咱就是下油啊来。嘿，但是迄油啊无要紧，咱以即马目前咱初批做就是做安尼，哦，即马安尼是无要紧。因为这款的嘛，袂使讲你一次就给它做到位。一次搞定哈。因为你现在不是要到最后的步骤嘛，你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，你不要提前把它破坏掉它后面的步骤去了。调音这是最高的技巧，因为这个调音，这个人要心要静，才办法调制好。你如果说心浮气躁，这个音总是调不好，这是相对的道理。基本是调音嘛，吼啊，高低吼啊都差不多，因拢做特别好啊。啊，这上后边的工课是调音，吼。要每个地方要平均啊，看有没有音量好不好，要一直看。28岁，爸爸全部放给我，都给我自己去日本，好，日本我是一个人，那早期没有办法一个人去，跟贸易商过去，他带我过去，好，去那边看看日本的寺庙啊，日本的他们的原产地日本的木鱼，好啊，再看我们的木鱼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因为那个气候的关系变化，你去了解说它的气候变化的程度，你在这边做到什么程度，去到那边才会适合它。所以不能那个洞口要多开一点，哦，开宽一点，去到日本它刚好陷下来，刚好民俗过去。啊，你如果说销售台湾的，你这个洞口开这样，可能气候会一样，它永远都不会变化，就是这样。这样我就会悟到说，哎，这个气候会决定一个木鱼变化的因素，所以我会回来自己调整说这个洞口。像这个这么小，没有什么空间可以磨，你就是要微调高一点哦。等一下它磨下去会陷多少，那比例要自己去做出来。最大为是断层，后继无人。这个行业，我说永远不会没落，因为拜佛、念佛的人一定有，是多还是少，只是怕这个我们雕刻师傅还有这个调音这些师傅断层，他们都老了，年纪有的都比我大，所以只怕断层，不怕没有生意。
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水生，欢迎收看今日暗巷风化哦。相信大家呢，睇我看过嘅影片以後呢，都提講，今日介紹嘅係馬上呢，今日介紹嘅有請嘅係李泰國李師傅吼，佢係專門做木魚嘅嘅專業嘅工匠啦吼。李泰國呢，佢做幾十年嘅時間，今日有請佢來到節目當中，都會伴大家呢嚟了解到底嘅木魚。怎樣辦來做？李泰國會要詳細來介紹哈。首先嚟分享李龍莊李泰國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李泰國，今日從哪位來？通宵。通宵哦，同邊咧？每到去上牙條嘅節目哦，呢節目哦，從喺通宵打造都過來嗬。係啊，是係非常嘅無限哦。係想去請問你一個問題嚟講，樣板一種嘅係做木魚，嘅名係樣板來。嘅木魚就是喺強方妙方師傅嘅雙件愛靠嘅，嗬，愛做一隻線嘅，愛做象徵做嘅魚嘅精神，魚嘅嗬精神就是說精進啊，精進啊，嘅魚木柱按布條、20條，佢全部合起來。哦，我意思係講，係咪因為魚嘅嗬，有時按布條在曬木嘅時間嗬，佢木柱嘛係打開。對。錯，係就是按呢。24小時攏打開，也係代表講，也個木柱吼，隨時攏有去看到嘅事件嘅事物啦，吼，嘅乜嘅東西攏看得到。佢嘅外形，看嘅外形，嘛像嘅外形，係咪因為按呢來？係按呢形嘛象徵嘅嘅精神。從來不閉合眼睛就對了。人拜佛的精神安尼啦，吼，唔是合歌安尼。哦，因為係木頭來做啦，吼，所以叫做木魚啦。那以後係咪會改變成嘅塑膠來做？塑膠，那不是塑膠魚。因為嘅樹誒，吼，具有靈性，吼，佢做起來嘅聲會按呢調音，當初人要調到按隔意嘅，吼，嗌。嘅師傅強方妙方，師傅雙件愛用嘅聲，嘅塑膠嘅單一嘅聲聽聽。專業嘅用語都會講佢嘅回音啦，吼。中間挖空動昂咧，挖開以後都係要搖嘅聲音，要出嘅聲。按用塑膠嘅來做嘅時間吼，嘅曲單音而已。單音唔可以搖嘅回音，唔可以回音吼。哦，安尼大家都知嘅講，原來我以前哦還冇見到李泰國嘅時間，我攏想講，嘛該係木魚呢？木魚為什麼不取什麼魚什麼或是什麼東西悄悄響響的？可是呢，原來木魚佢外形看起來像魚嘅，個木柱都係代表24小時，因為魚嘅木柱24小時都磨合過都錯嘅啦。對。哦，學呀，係學幾久嘅時間，樣板會接觸到也嘅做專門做木魚嘅工作呢？佢條拜我爸爸就是日本人，佢日本嘅工資統貴家下，佢來請人攞去推廣，我爸爸都攞去推廣，嚟細漢家下就看我爸爸做，但是做漢家冇講。做到當吼，我兩兄弟嘅，然後我落台就去學士嘅轉來，然後我爸爸聽書，安尼做起來就當成功。哦，來請問咯，係先吼李泰國，唔講爺爸吼，喺該當時爺爸幾多歲嘅時間都接受到也係夢。從爺爸開始講啦，因為我看安尼介紹，爺爸開始學嘅錯冇。爺爸喺大約幾多歲？我哋該當時幾多歲？我爸民國幾年嘅時間？民國60年開始接觸到我爸爸，係。哦，該當時日本人來台灣，係愛潛人，都嚟教爺爸做錯嘅。係，佢一年。做嘅每個本機啦，佢爺爸學幾久嘅時間，佢係咪後生都開始要做嘅？日本人來家下爭學嘅。哦，日本人來爭學。佢簽到日本人來台灣簽，都好去簽到，我嘅有一些嘅雕刻廠，
啊，佢款讲，来做木鱼好哦。啊，我爸爸就攞去配合，配合一拖咧，佢款佢做落去有收入啊，吼。就嫌老台加一多去好事的，雕刻嘅方面做较精细条的。唔过我同好奇嘅都会讲，cái木鱼吼，伊根苗我用几多粒，那有乜嘅收入？佢安尼想法，拄好喊阿 Q 吼，佢上嘅完全kyung用嘅阿 Q 就講，自從係阿 Q， 講自從，佢嚟拖太迄個拖高中畢業嘅，去學嘅薯條吼，安尼開啲嘅薯條，開嘅薯條無前途啦。我爸爸講，唔好，你用同啲還是去開嘅 Q 咧，我做到40人嘅生意嘛，乒棍啊。佢他開件都要搶你安尼想，但是佢就是每日想唔到嘅事情當中，慢慢安尼想講。需求量有冇安排吼？一開始日本唔係講賣專7家樣，佢銷世界各國。世界各國哈，所以跟量慢慢的增加台灣嘅大家都嘅時間風行的時候，風行的時候，個大太細木全部賣槍。佢係唔係講賣過來吼，老嘢嘅木魚吼，送本苗，佢那出獎以後，佢都買一隻木魚送本苗，對，發行啦，發行係啊。安尼我都有一個問題哦，該當時講大家都風行嘅時間哦，係咪個件苗地都都當做木魚，可能幾啊10粒嘅木魚，唔按冇。佢會翻線咧，細粒翻大粒嘅，太細粒至少4-5粒以上，伊就講係佢除以烤粒，4-5烤粒就要分開來烤。所以安尼銷量動態，銷量動態，安尼難怪講李太哥吼，佢要做副唔察啦吼，該同時有樣，因為安尼工作嘅時間差不多，幾多點鐘？唔記得冇？該當時以前全部禮拜日全部禮拜六半夜冇冰了，係每條係一加班加到9點10點，安尼從達13年，安尼13年安尼按從全部安尼做。安尼大做幾多點開始做？7點做到按不停講9點哦。9點10點不等。那講到9點都好，因為都14點鐘。係啊。當年都冇冰了哦。冇冰了，當年做一張嘢30年，當年攏做。差唔多。安尼該當時賺多錢哦？錢嘛，有賺錢都冇賺到錢咧。我講唔是煩惱，我要同加錢啦。我意思講，該當時風景好嘅時間吼，天氣當好嘅時間吼，大家都叫啦，大家樂啦嘛，該當時風景嘅時間，唔都傳動到錢啦吼。唔過家下可能到大家下係唔係要減少？或者係講，唔該學習嘅過程，因為我聽話叫譚哥講，李太哥，佢高中開始學呢，有啲人呢，小學都開始學嘅啊，佢高中開始學，樣板乜要根本也係成就呢，休息以後再過來講。我就挑木嘅那個醫生啊，你看我安尼考，然後我書安尼暗點，安尼耐上較好。大概較好。係啊，我就是像那個欣賞安尼老弟吼，把脈。歡迎到咗嚟暗巷風化嘅現場哦，台灣同嘅木魚大使吼李龍莊李太哥哦，我都當好奇講，愛請問李太哥個，因為一般嘅人對學士嘅吼，以前做事嘅，攏係國小畢業、國中畢業都開始學嘅，按高中才開始來學呢，咁咪叫慢？要咁慢些咧，要咁慢些咧。但個場要當辛苦冇？當辛苦。就感覺講按多些，將愛學書的有一個較
不平衡的心理啊。啊，到家韩国有咧做的人有动作无吧？你还无动作，但是有一些的用机器去做，一些的部分。将也唔做得全部用机器来做做唔得，还是用一些的。一些的，嘿，一些的用机器。讲部分係用機器來做，啊，大部有嘅數鋼全部用數鋼較多。哦。尤其係調音，調音嘅嘅數嘅裡面嘅技術，同一調數嘅調跟咪，嘅調起來做起來嘅調嘅聲音無共樣，係啊。哦。因為佢要看佢嘅密度啦，密度啦，密度。佢嘅密度啦，講較扎的時間哦，佢嘅聲音都會較實在，錯冇？係咩啊？咧，哦調音哦，你講調音係最困難嘅時間。19歲都開始做，啊佢排聲係唱滿5年幾多歲？57。57，哦，安尼算算啊，40年嚟咧。40年有啊有。台灣要講到也40年來嗬，講台灣嘛講，我嘅手動好嗬，10幾年嘅時間，講緊也動好。手去日本加。一張嘅差唔多2000粒，2000粒，係，啊，攏唔出價兩兄弟嚟做，唔係，我有搶動作師傅，跟以前差唔多20人殺師傅，20人殺，係啊係啊，哦，啊，佢就做好體育嘅雛形，做好以後，啊，要調音嘅時間爭唔親密加有分工合作，做粗胚就粗胚，嗬，雕刻的雕刻，嗬，啊，嘅弄沙子的弄沙子，嗬。機械大孔，機械大孔嘅大孔，前面方係裝調音啊咧。哦，個一張門做到結獎嘅，個音無好，有人啊，一買人啊，唔欣賞啊。唔講調音行嘅都當好去講，都大樣嘅調音咯。調音嘅意思係。人講唱人嘅彈琴啊，嘛計嗬，個調音做得也要安尼準都做得調。啊，唔計唔愛用調音，地板都空空啊，係樣辦。你一隻門嘅嗬，你一隻門嘅安尼嗬，我就唱門嘅那個醫生先生嗬。你看我安尼考，然我數安尼按點，安尼來上較好。大概較好。係啊，我就去唱那個先生安尼老弟嗬，把脈，看佢心臟唔好，啊是胃唔好，嗬，啊是支氣管唔好，我再落去調音啊，一擺調音，唔好調到痛大，佢就冇機會，啊痛過，然後做咗調，嗬。我專門也講藝下，唔講也調，冇繼續，唔拿也習。啊，繼續本藝，繼續本藝。唔講也係調音吼，我想了解，也係程度，係唔係每一隻嘅程度攏共樣深度啊？冇共樣，絕對冇共樣，因為拿硬絲嘅嘅幾搖，也幾搖，係啊，這歸來較芳，哦，啊，硬絲嘅嘅調音嘅技術愛較高，較無調。哦，我哋都會講，因為書嘅材質那個材質啦，嗬。而無共樣嘅書嘅調法就無共樣，調法都無共樣。考嘅時間嘛，做唔得。套理來講係標點來考啦。係。那平常是書呢，拿點來考，係應該拿也同昂錯嘛？係咪啊？安尼啦。安樣。安尼啦。哦，因為我有看過有個人，佢買行路嘅時節啦，有一個師傅的發言，有冇？佢喺路上的發言。安尼拿錯。佢喺安尼拿。係。哦。搶人大法會，吼，師傅大法會嘅繞火，對吧？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這樣繞整個場繞完了，他要拿整繞場。佢也係設計嘅部分都係因為愛方便佢拿啦。哦，我想講奇怪咯，佢那是做也片旁邊側都唔是做啊。佢安尼考嘅時間。唔會影響到佢啊光明嘅結構啦，嗬。唔會。那講拿電嘅時間，拿鴉片，台灣唔講拿電，聲音都冇共樣。冇共樣。那安尼留嘅橋冇去M電就嘅聲就變咧，你看。所以我調音嘛先看一下
讲安尼上样的，吼，做者条目啊翻片，莫讲安尼无翻片，佮一片一片无强样翻片，佮靠翻油无，哪会问题怎宽底度，哦，啊佮这开口的，哦，爱去了解啦。修改过，嘿，啊修改个嘿，用个雕刻刀，嘿啊嘿啊。哦，慢慢的。一时的，你跳度，我一下跳大你就做唔得咧。一时的跳度拄好啊，就是爱靠耐心啦。唔讲调音，咁有标准，有标准吗？像该知道吉他啦嘛，该几个调音拢有标准。按个调音的标准，就迄五个耳孔就是标准嘛。cái nghe nghĩ còn標準，cái sư傅nghĩ còn mà當標準，佢咪來 talk 嘛，吼，咪佢咪 talk，佢咪講，哎，李老闆，nhà cái sang吼，唱歌咧，講啊，師傅唔怕，唱歌愛天天腦裡調一下就好，調個大調，係啊，現場做隻調本師傅啊，即係安尼就是輕鬆嘅意思。其實吼，李太國佢講嘅意思就講，每一個師傅吼，佢各意嘅聲音吼無共樣，有嘅人吼愛較大嘅聲音，有嘅人愛較高嘅聲音，錯冇？錯，安尼師傅就是安尼。師傅佢愛嘛該各意嘛該聲音，人都調本佢都錯嘅。對。所以照道理講，該調音都係因為人客戶吼，佢一定愛嘛該聲音，唔調本佢都錯嘅啦。對，係安尼嘛吼。個師傅強則要四則，你無，他說也都好彈啊。佢要安尼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哎，我俺問師傅講，是你愛哦的聲音，還是你的聲音？佛，你要4個聲音給你選啊。我會問師傅說，你要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你4個聲音，你給我說啊，我就調啊給你，哦，就哦。陀佛4個音都出來了，我可以把它調4個音啦。意思講阿彌陀佛啦，係啊，唔係哦，我都問哦，唔係咪，我都讓咪，唔係陀，我都讓陀，對，就是可以調到這樣，所以師傅嗌個工廠當到出家師傅去，佢就當好奇講，嘿，唔係個嗌平常啲點好買，冇紅針安尼。單聲，按做隻調到回音出來，其他個做隻調出阿彌陀佛，嗌買都冇問題嘅，嗌雙鍵當好用啊。做，其實吼，李太講，也加出吼，都係該上數，韓國個耳孔。呢個係道理哦。道理吼，唔係一般人做得調呢。唔講台灣，唔講唔係哦都哦，啊個係啊別嘛解，冇咁簡單，冇咁簡單。有得做到幾啊聲人，佢冇用心，嘛天大都係，按你用心嘅人吼，做者去了解個地度嘅結果，人客嘅需要，啊去日本嘅氣候嘅關係，吼，佢嘅聲一當注意調，像台灣就較做地講一般調吼，像人少去泰國就是有個南方甲北方嘅，南方嘅就氣候人台灣較強樣吼，個北方嘅就較冷，個水係要逼啊要熱，個當道因素，所以人愛當注意。安尼個啲哦，李太國唔止係聲音要彈哦，雕刻嘅功夫嘛當好，韓國有吼，佢吼還要研究天氣氣象學，對，各地嘅氣候都係樣板，安尼也係都當厲害哦，都帶係樣板來選咧，真係好咧吼。像台灣人講，泰國北方、南方、喺美國、或者喺日本來講，也都帶按樣板選，按樣板有乜嘅技巧、技術嘅地方咧，等下怎來講。個產品賣到世界各國，係唔但講賣台灣、日本，因為我做40年嘅，做幾十萬粒出來啊！預算高幾十萬粒啊！係啊，太細粒幾十萬粒啊！到咗啦，暗陽風化現場以後呢，繼續請李太國台灣有講到哦。李太國講哦，氣候因素很重要，樣板講呢？氣候
影响到个输的，嘿个输的吼，球队的慢慢强悍啊，抢人啊要强悍啊，啊球队输的较唔强悍。唔讲强悍无强悍，抢强悍的输的迄嘛该。上到山下，哦，南方的海拔较大的，较大的，嘿佢个水分较大，都印太，所以安尼输的较唔好。佢北边呢，佢个北风一直吹，而且阳光一直照到，佢个输的较好。哦，经得起艰苦，严寒气候的输的都好。较好。啊，你的意思就讲，低海拔的输的无好，高海拔的输的较好。唔像个中央青色要海拔1200，个风快差唔多1500，加油慢差1500。像讲，咱讲平常时间，低海拔的山的输都无好嘛。个山的是青蓝的输。哦，啊，较好的都唔听讲加油啦、红快木啦，嘛该亚种。张油树啊。长牛人嘅张牛树系啊，也用白讲啊，不长牛树系嘛？长牛，人学嘅牛撞骨嘅啊。哦，牛樟芝的哦，樟芝树啦。啊，去到那边买，唔敢讲，像日本啊，美国的部分啊，泰国都得一样版本的，唔做得列举嘛。像美国人吼，哪一美国用，该输的嘛该输的较好。若去美国啦，我就建议佢用加油，较好。啊，去越南也是泰国，我就建议佢用个几人就好，啊，去日本，最好是长牛种。用版要安尼分。因为佢个气候，个输的，佢个虽然然后佢倒下来。佢还有生命存在啊！佢个细胞虽然死退了，佢还有那个细胞在那边。去到个所谓出接要感觉到啊！没感觉。也系骗人搞唔嘅吓？唔系，我就是切家亲身体验咧。我有去日本去也多，就有感觉讲，安尼调个盐，留个所谓日本嘛个所谓较适应啊，我就去上到去寻安尼书来做社会日本，像越南较热，新加坡较热，我爱寻个书的，我去越南，感觉安尼书的，嘛个书的较配合佢，我要寻。啊，像你下全部小泰国我去厦门展览，要感觉，虽然厦门的气候老人差唔多，跟老人熟的都有出入。比方说个书的，佢了要闭，佢闭一丝丝的。你遐无闭，打开来，个展场个地都当发啦。个当空气中的对流较大，嘛闭一丝丝的。老那湿气嘛有影响，湿气有出接的影响。有出接的。难怪你听我讲去个美国的时间，我用的都加油素，较硬无水分，因为美国是大陆性的气候，大陆性气候是干燥啊，像那个明尼苏达州的，还有那个温哥华，那个加拿大的那个气候都很冷，很冷，如果现在我有接触到是那个纳比米亚，还有那个。纳比米亚，还有马拉维，我做去马拉维，马拉维的那个木头就是要和越南的木头一样，它那个是热带性气候。所以你的产品，你的产品卖到世界各国，唔但讲卖台湾、日本，因为我做40人年的，做几十万粒出来啊！预算高几十万粒啊！系啊，太细粒几十万粒啊！所以单唔免讲小日本就有安尼小路，就是世界各国爱实施的人就是世界各国都全部有啊！世界各国都全部有啊！而家跟我请问吼，唔该东方做出来的，东方有雕刻唔嘅名无？无落款，人就有传一只传统啊！讲你莫刻咧名的，都地区。当然本人靠双镜安尼哦，无安胎吼，无安尼福报吼，拄唔掉啦。系哦，有种的有安尼讲法系啊，所以唔该较落去，无当日做一张
因呢？因会蹲落去就好呀。听我就讲哦，讲老日本嘅演员当中，头摆卖过去的木个日本讲，你是你老板硬的木那个盐有问题啊。有问题。个唔唱暗色了，唔迄唱暗色啦，安太早的吼，安太早的个家属同过啊，佢要求下过去看啊，我去看，我要带个岛的过去啊，然后佢跳，现场然后佢跳，係啊，然後佢跳落去，佢有心想講，我太早啊，你甲做較大個，日本你較正有銷路吼，你講有問題佢都較大粒的吼，就很慢過去，然後佢跳，安尼就結的吧。日本人就是親愛人講有所服務，其實用過去佢一付出動作咧，佢賣機票啦，買個槍，買個什麼都佢都發嘅啦。機票啦，帶乜嘅食東西全部交喺負責人。係啊，佢包啊。哦，佢包哦。係啊。安尼唔好查。啊，唔好查。安尼，那有嘅機會夾過去。那講我自家出錢都較麻煩啦吼。尤其日本嘅消費要按國吼。係啊，有樣。日本以外，韓國有去哪啲國家？因為做嘅人客要求唔去啊。越南。越南你較嘅經濟好嘛吼，嘅泰粒嘅當然買。啊，相對泰粒你較佢雖然宗教冇正式開放，但是也沒有冇禁止，所以佢發展得當強咧。佢泰寺廟，佢你看講佢安尼。按太35升，其實啦，作為冇1/10啦，其他就是賣價太量嘅，作為含動色，佢天紅通按太嘛，需要東西按多，按做嘅東西就是佢要分別哦，較高級嘅賣台灣嘅，賣較平常嘅，叫做前期太量嘅。我嘛。感覺哦，有嘢問題要請問你睇過，也講去日本個去越南每家嘅服務啦，做售後的售後嘅服務。也那講去過其他國家去了過冇？當時樣辦？攏因為工作上出國，也因為較無限啦。無限無一條。以後那講吼，那退休以後啦吼。那講前面當然傳承，退休以後唔會講安尼，去到哪個國家，去到個寺廟地度，都來看邊那講家真愛做嘅，家真愛做嘅安尼，會安尼想。唔講安尼就是真合愛意，愛就是有一隻創立一隻動態木嘅吼，個人按買去泰了，個前日個一個師姐來講，你唔好買去泰了啦，按特別嘅東西你買。到台灣啦，佢按發心按買雙吉局廟方啦吼，買到台灣隨時愛看都看得到。嚟講嘅就是愛欣賞。因為嗰都親像個字嘛，叫個字嘛吼。因為做出來個產品啦，個成功嘅傑作，賣出去以後那講去到個看得到嘅事情，都感覺當歡喜。當有一個親情嘅感覺啦，我看到我面當時我要感覺當歡喜個講喊我無快鐵啦，喊靠啊個上啊，我遠堂當好，即個想想我條擺呢做按好嘅上出來咯吼。通常唔講要快鐵吼，也冇唔做啲那講好好保存吼，做啲幾10年、200年冇有冇？好嘅書嘅有安尼。哪會拄？你講芳樹誒，佢都冇清楚咯。可能幾年都壞掉咧，嗬。唔免幾年，40個10年。你清楚冇本佢跌下來，而且將排要衰到。唔講只做木嗬，最大做到幾大，最細做到幾細。清細兩寸呢，佢烤出來上當將，嘎，這樣。該要做乜該喏？按細粒。佢嘛中廟地度，根本廟地度咧靠唔係。唔係佢就是一隻細木嘅，一隻細裝嘅，細隻裝嘅，一隻殼，它這樣殼
阿弥陀佛，靠靠啊，他哦啊你是钟，啊是那个木鱼啊。你是我哋如果我看到要當到師傅吼，佢啊燈啊入邊曲曲燈曲安尼，又係最細吼，最塌粒係幾多尺？家下有講過，3尺8千體。也安尼1尺32公分嘛，90公分4尺嘅。哎呦，100公分咯，8人公分，114。哦，114公分，動態咧，啊態哦。動態哦，啊佢像佢安尼114，安尼差唔多愛160嘅了。佢安尼算法咧，安尼個位吼長度吼差唔多114，安尼差唔多150、160嘅啊。所以動態。該通常來講，唔講安態係比方於太廟地度咧靠嗎？有，但是佢嘅廟有安態排到迄張中央，其實吼，佢要買安泰嘅人就是排落去一隻木一隻鉗排落去到中央。其實佢要哪一隻較重嘅吼，做早晚課。佢安泰佢唔要講等於安尼靠啦。啊，唔講吼，也冇唔講做個最大唔做過幾多隻，唔有算過冇？最大做過幾多隻所以？3尺以上，千少嘛560隻拍油嘅啦。好，啊，到底吼，計木嘅春策安樣嘅算吼，韓國油呢？李太哥講13年以前13年嘅當然吼，攏做12點鐘啦吼。啊，以後呢，啊，也生意係咪好呢？等下個以後佢要傳承嘅任務，休息以後再過來講。像本樣安尼來照顧呢，就無計一隻樹誒，唔係講一來講，佢講做3-4年嘅時間，唔係講雕刻好都好嘅呢。唔係，你一款世界，大塊來，愛換啲世界，愛 NP 哥就 NP 哥。有樣係安尼做哦。當然啊，太啊，佢一隻幾啊8百，你冇照顧好，佢順時動態呢。歡迎觀眾朋友到進來安鄉風化嘅現場。台灣呢同嘅木屋嘅大師李太哥吼講到當多吼，李太哥各位請問哦，對香港台灣講嘅木屋要春策嘅大細，按樣嘅算咧，唔講3尺8嘅迄期嘅寬度嘛，啊佢講高度係樣辦算，嘅前年係樣。從一般嘅算嘅春策有共樣無？冇共樣。係。從按呢來講吼，按呢3寸呢。係。哦，按呢。橫的3寸。係。啊，佢嘅長度就要乘以1.2。等於3寸了。哦，要乘1.2就差不多啦。啊，佢嘅盤度3寸呢，你就乘以0.9，兩寸切。啊，就是有一個公式。你不能條擺尤其就按呢愛較盤一些咧。長度共用按呢長，佢叫做按呢較寬咧皮較矮啊，像日本人就愛按呢，有條人就按呢較薄，按呢較長，超高嘅。所以冇一天啦，按呢一般就按呢比例啦，按有其他佢天有天做。按呢要求嘅就做按呢本期按呢嘿。像講嘅3寸咧吼，一般來講，參家私都得買到幾多？寬樹誒，像雞油差唔多1000膠左右誒，嘅胖樹誒就是差唔多400人膠，啊壯樹就差唔多500-600條添。哦，無共用到寬樹嘅蔬菜。係，寬樹。啊，太賺講，台灣講300人嘅，計一張都幾百萬哦。當樹誒就算100萬誒，嗰條樹愛去水荇咧，嗰樹誒愛貴倉果咧，嗰皮嗰樹嗰對板坡槍，按對板坡嗰水荇咧愛起天咧，嗰樹誒差唔多1倉咧，嗰種10多年嘅樹，所以冇按件錢，冇按件單錢，所以愛潛到3尺以上嘅樹誒，
當難鰭要當貴。當貴吼，因為蔬菜少啦，吼，怎會按難鰭？難鰭啊，做個愛當到嘅滾海做。嘅做太張做技術太差唔多3-4年。 3-4年才做一次。唔係，你做一下本去走，走誒，再做一差咪要做本去走，慢慢嚟走，你一下攞去做好來見無走啊，要別鐵啊無要換啊。人講日本人講乾燥啦，吼。係，佢自然乾燥，自然乾燥就是攞去標定，像寒天你就攞去太早就攞改皮骨，啊後天。 你就攞佢打開來安尼，洗熱條，做就咪洗熱，做唔得洗，你樣乾，洗熱條必槍槍自然嘅風乾就出嘅，做唔得洗熱，嗰就必槍槍嚟。哦，安尼。寒天時節當寒，你皮骨攞去安得，安張卡唔別，像人做什麼樣嘅？該都係要照顧哦。哎呦，就是阿公樣嘅哦。李大強嘅意思都像本樣安尼來照顧呢，從無計伊就係伊就係說嘅，唔係講一來講，伊講做3-4年嘅時間，唔係講。 誒雕刻好都好嘅呢。誒唔係，你一款時節，佢打開來，誒換啲時節，誒按皮個就按皮個。有樣係按嚟做哦。當然啊，睇啊，佢一隻幾啊800，你冇照顧好，佢順勢動態呢。誒有樣。細隻嘅就冇，佢價數較便宜，較冇出錯。 略嘅講有氣質啊，然後講馬馬虎，按太雜嘅，佢按貴幾啊百萬，你要拖啊？唔知按你有問題咁樣，按就幾度講按樣照顧啊，像照顧細路樣嘅啊。強樣，錯啊！你那個係請問，你不卡有幾多兄弟嘅？3隻嘛嗬？3隻兄弟。你老大，老大，誒，唔過我哋係講。爺爸吼，迄邊本爺就2隻，老二，嘿，啊老三唔係做母語。19年前向下做，啊我想講啊，3兄弟全部做母語嘅吼，伊則分出去做嘅蟹，做蟹，唔做蟹買蟹，買嘅較有名氣嘅，像 Nike 嘅啦，愛迪達、亞索士較太健嘅，啊去捱甲北鄉鎮賣。 哦，啊也做得好嘛？冇係，因為佢19年去做，你下細學全部係買名牌，當出時節啦。所以佢開始嘅時間，3兄弟攏向下做，我爸爸係傳下來，我爸爸叫做李傳儒嘛，哈，啊我都是我是叫李龍章嘛，我弟弟叫做李龍生，一個叫李龍興，所以我們的公司叫做傳龍，就是。 爸爸傳給兒子叫做傳龍木魚科技公司，這樣。啊，廿幾年吼，唔講唔係人客，大部分攏係大陸嘅人客係，生意係會當好嘛？好，係咪係當好？大陸來佢也較有錢嘛？啊，撥起來，佢來都賣太雜嘅，佢強，佢嘅廟都動態，佢細雜佢就全部，冇，佢賣。 越睇越好，有呀，也對人講，大陸嘅土豪當道啦，吼，土財主當道。像我10年要去廈門展覽嘅嘛，佢廈門展動態，佢火勢嘅，而且展覽唔係講買嘅本師傅，佢用到好，佢要打電話，嘿，李先生，吼，李老闆。嘅門當吼，我嘅師兄弟吼，會再蓋廟，我想買雙本去，還是講嘅信徒愛講愛發心，啊叫佢簽到我啊。展覽嘅意思是，嘅現場買冇幾多，好事嘅看好事。較多吼，錯啊！唔會想講以後我樣傳承嘅問題嘛？這其實這就是大問題。嘅我去廈門展覽嘅廈門嘅。 新聞台就有老來問到安尼症結的問題，伊講像安尼技術要傳承嘅嘢冇，我講目前冇，吼，伊講按要一傳承本拼嘅冇，我講我當落去傳承本，七家人也好，七家來也好，啊拼人啊，只要有耐心，有失去耐心，啊你講當你嘅人。 係當歡喜傳本去，不但是講現台灣人，大陸嘛做得，
马祖节嘿，所以古时候呢，该李太国都讲吼，佢爱传承的时间吼，都会希望讲做啲传献，唔是一定要传旨啦。嘿嘿。那讲假使讲，观众朋友唔好看呢，有个社会吼，佢讲我读书读唔来，我想讲吼，學嘅技術吼，我想佢。雕刻做嘅嘅木魚吼，其實呢也木魚嘅市場也唔會差啦。唔會差，唔會差。像李太國也當然嘛動無限咯。係太陽天壇多，冇天壇多，啊個冇休息嘅時間咯。啊也仲係學起來吼，能夠有一技之長，技術才神中吼，以後啊唔會唔會搖到啦。啊也嘛係當好嘅先至。啊那假使講有興趣嘅人咧，嘛歡迎大家吼，都來通宵吼，來同個李太國來講看啦。啊李太國嘛先經過評核考量，咁啊安尼張做面試一下。面試一下。好，今日非常感謝李太國吼，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講了解也個木魚吼，到底係樣辦做出來原來也木魚一個市場嘛動態，唔係講吼也都係結個沒有跟一件一隻hin 唔係哦，係因為哦，也全世界嘛同到佛教嘅國家吼，啊有咩嘅地方咧，啊有神嘅地方咧，都開藥都會有也同嘅木啦吼，也係非常好啊吼，嘛做哋讓大家咧在那個宗教的信仰吼，來修身養性哦，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事業吼，所以觀眾朋友，假使不卡有個社會吼，上去就好嘅時間，夾要打電話來聯絡吼。好啦，今日感謝李太國，非常感謝，下排再見咯，好，再見，拜拜，謝謝李大哥，謝謝，周天講座，來，飲茶，好，謝謝。